在大人的世界里，我们习惯发言，习惯决策，习惯在高速运转的逻辑里给出最精准的答案。其实，我们也需要一段不用竞争的时间去感受。在这里，我们不急着说话，我们练习一件久违的小事，安静地听，听见别人的频率，也听见自己的呼吸。当所有的声音交织成一段完美的和声，你会发现，合作原来还有另一种最动人的样子。政大 EMBA 合唱团，我们正在唱。欢迎您的加入，和我们一起感受歌唱的美好。